若继续来看这个国产疫苗的进度，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除了高端的股票顶下震动的幅度真大之外，联雅生技公司旗下的联雅药业，伫个23号以30块的价销进入新贵市场，当天就冲起了200块，这个起伏是高达633%，价当天盘中阁飙起了300块。小连续2天起遮尔啊多，这是有问题啊无咧？金管会讲会做相关的查核甲了解。家己开发的国产疫苗受到个人期待，进前高端疫苗解盲带动股价起停。另外一间国产疫苗厂联雅嘛，伫24公告日期解盲消息，这一个公布袂得啦。迄一天联雅药新贵的股价就冲到300块，历史的新高点。联雅药伫6月23以每股30块伫新贵挂牌，以真悬的讨论度，捌冲到2.2，起伏达到633%，过年间表现嘛真影目，盘中捌冲到300块，收盘收伫236块。今日一开盘就开伫每股283块半。加47块半，连续2天真强的气势引起金管会注意。伫昨例行记者会，郑基局嘛表示讲，联雅药的股价确实有淡薄仔悬，嘛会督导柜买中心进行查核。金管会一直都会持续的督导柜台买卖中心执行相关的那个有价证券它的监视查核作业。那这部分当然也包括新贵的。金管会强调讲，柜买股市并无限制伊起偌济，所以讲柜买中心伫24昨有要求联雅药发布重大消息的公告，强调讲解盲消息是法人甲媒体预期，希望讲会使阻止股价一直起。也毋过伫今日早起10点49分，联雅药又搁发重大的消息，2摆公告，依然挡袂掉股票一直起。像这敢有人咧炒股票，目前还搁看柜买中心的查核结果。记者实际敲电话问联雅生机，无人接听，我都出伫回应。新冠疫苗毋若作为防疫的武器，背后的金融利益，更加引起各界关心。